阿爸阿妈，俺转来喽！哎呀，来耶！哎呀，来耶，转来，来耶，转来，转来！哎呦，俺退出，俺退出！是，还有外天嘛？没啦。转来，先是一杯茶。爸辛苦哦。哎呦，先啉茶。来，喝茶，做茶没？哎呦，阿爸，俺来老你退出吼。哎呦，唔是，为嘛敢唔是呢？你将转来，甜唧唧的，去歇困。哎呦，阿爸，俺对你身体都好，不过来就想俺老你友好一下嘛。哎呦，阿爸就忙了，唔是你呢。哎呀，阿爸，俺来做啦。哎呦，帮你做阿爸我唔盼得啦。阿爸，想当初啊。俺送送啊，给呀送啊，给心啊，春啊梦，这心啊就啊了啊，送兄啊福啊。温暖那树啊林，家中啊住啊，为红苦啊子啊，秘密啊苦啊。哎呦，想嘞，老鸡啊，老鸡，用的喏，老爱吃鸡啦，下来黑毛啦。人爱想的啦，哎呦，老下鸡，来，哎呦，哎呦，来啦，走，哦，想的就好诶。哎呦，可有用的啦。生意掉呀，哎呦，恭喜啦！哎呦，还有啥呢？啥！哎呦，唔怕，做嘅你，夹大位，做，哦哟，有冇暗冲咯？生意掉呀，哎呦，慢慢的啉啦。老爱老鸡拿去了，是，拿去了，啊，讲句数脚唔可以停堂啊，生意掉呀，係咪停堂嘛？好唔係？人腳行嘅車嘛？哎哦，好，哎，使。感情爸父爸美。好生人，你就唔是客氣哦，我拉到你啊，冇好救咯。哎呦，你的来也那么子，有没老二强，差唔多就安排哟。落得啲嘞，來嘅就是個機會，俺兩路
无想过，大摆帮我安伤心的事情啊，你实在很淡定哦。想到那样，你老人家啊就艰苦啊。你伤心，我妹妹伤心上来耶。哎呦，我嘅来耶！兄妹，还不嫌弃啊？有啥像呢？孙啊，做医治你好。哈，哎哦，我两公婆安老了，你啊，我拜我两上去做阿爸阿妹哦。嘿呀，你就救了俺的性命，俺不稀罕，俺愿意做。有样也无样，给那爱拜，这是我亲戚的肉味啊！实实等你拿来炒点，我爱给来一拜啦！我要做阿妹，拜好要了，做阿妹啊！哎呦，生意，是，哎呦，我要做，走，我要来耶！又来耶嘞！哎，是，故意，我帮我来一把。我比菜，我帮你的喂。一福音，像孙啊一拜。来耶！阿爸阿妹啊！在座之恩，万女父母，慈娘若天穹爱哟，了地万不恩，永世归如意。老天替你恩情苦，不亲情苦，不亲情苦。哦，佢从来也唔做工，好不容易请到工经理，才不佢走退去咧。好嘞啦，你莫多个个娘们啦。看来这件事情唔系按你想的咁简单哦。诶，讲也奇怪，好像有嘛个力量带引你来那片。哦，你下我叫我最早喊听到你啦。哎呦，哎，你最早系嘛？佢有一口讲，不如人家富人家来加水来食。好，好，唔啲有人才嘛？马莎，哎呀，阿爸，嗌來。喺孖晒興嘅嘢，誒，有。你，公公。
记个字一记，封锁的去，唔记得演你的啦，唔行啊，多记啊，好好好。一下记真的去，你行个困难先记啊。你要写下歌呀？你系高路下来呢一片，这比茶室。好，我试茶，走的走的，随便抽随便抽，来来来多来来来谢，这边这边啊，来来来，这边抽这边抽，哦，安子些，等爱好。哎呦，你点去马上？蒙面太天神的天意爱照啊！哎呦，你啊就会记啊，头那当上一个的头角，规身无所所，我抢也有抢也怪嘅，跟蒙面太将军啊！啊哎呦！那个上土角嘅，叫咩？孟虎嘛？哎，天黑记啦！太当，讲话一次不离，来蒙面太天神，可是本人也得无名受气，青菜批评你明白呀？哦，原来记者记者，明显无情，太小常识打破乱杀无辜的蒙面嘛。哼，哈哈，我呀，嘿。今本日来来两片，再来接受你也着嘅小村庄啊！哦，一个小村庄叫你那个太将来前来攻打。哦，我看哦，南平人嘅太王看你不起啊，就是你那个太将冇嘛个本事。哼，冇需要让你一般见识。不讲爱看你个性暗倔强，不如来把靠蒙面太天生以后啊！爱莫爱。见就唔识，你爱识法就来人啊！上。回大呀！好吧，没有。至于你还有愿意结婚呢？我为子，日心松。
心心归，山中不是心分意，地久从容来，无言回。老天，来耶！阿爸阿妹，了段时间做鸟掉嘅来嘅，我已经挺欢喜了。只不过我还冇法度让你条好孙咯，阿爸阿妹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阿妹你咪个，我好好照顾你条亲亲家。阿妹本正，而家兩公婆嘅來耶！瑞金儿，你喊强哦，假日叫落去就留起条黑掉去的。孟混哦，弥风意识，属下嘅冷血无情。错啊！伊汉四处滥杀无辜，消灭村庄，真是可恨。哼，过咧，也唔知小钱的应用扮演的啊。系啊，你又叫去看啊！爱点了呀！你唔系佢？哎呦，我孝顺父母的心通过了考验，故说我就转来了。真嘅我好感动啊！喂，瑞，哎呦，你读嘅叫乜嘅东西呢？没人听到嘅咩？哎呀，我都转来了，你为嘛搞爱叫呢？我想到讲真的，佢系唔记得你嘅。哦，迄记哦，我知晓佢在哪位啊？啊？你知晓佢在哪位？啊错，我知呀。佢讲真的，一下人在哪位啊？你呀，不用你过来。你留底下就地了。啊？是空多饭的哦。哦，哦，刘叔啊，买身都很肚皮哦。哦，老太啊，你呀，呀注意啊，越来越好了。当然嘅啊，阿哥，你会食餐冇？好啊，到一边来啊。哦。阿哥來，歡迎啊！来，老太啦。阿哥來哦。阿哥，我老你講哦，廿幾年啊，我去買菜，全部就買香香哦。你看，我嘅呢條邊有較大毛啊？真嘅嘛？當然啦，你冇信啊？那麼，你來比試一下。好啊。我呀老太啊，真好強啊，係攞佢比兩下來看啊。來，嚟一下，嗯，來啊，來，來了。用你這位，佢啊，太菜兩位啊。
你带他俩飞呀！好，你去开门，你去开门。哦，阿哥，大伯就按钮，你莫扭我一下，很痛诶。哎，有人在吗？哎，老太，有人来，你输诶，你去开门。哎，你是讲阿哥的啊？阿哥，我讲的都係記者啊！哎呀，你好，愛卿，龚经理，错唔错啊？你兩位的，一定係龚经理攞佢講嘅嘛。嗯，我老二條講，兩個村哦，大家都啲基調兄弟感情當好哦。不過我用把老幾很想，哎呀，真係麻煩嘅。唔知我點辦呢？哎，你哋生人啊，都係弄念乜解啊？啊，冇禮貌。哎呀，其實你我來帶龚經理這位啊，騙乜解啊？騙人哋係朋友啊？我根本就唔是你條啊！係正經嘅，你係因為記性被封鎖咧。乜解鎖啊？我全就唔知啊！我只曉得哦，泰國東鄉啊，我唔會離開佢嘅。做唔得，俺五三人欠一殺就做唔得。